大家今日最關心嘅，肯定就係剛剛出爐嗰份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。今次財政司司長宣布嘅內容，真係令到好多老人家、基層家庭，仲有長期病患者都鬆咗一口氣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政府終於聽取咗民意，唔再搞嗰啲花巧嘢，而係實實在在咁樣喺2026年度向領取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、傷殘津貼，仲有綜援嘅市民發放額外1個月嘅金額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雙糧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今年唔派消費券呢？係唔係政府孤寒咗？其實如果你細心睇下個數據同埋背後嘅邏輯，你就會發覺今次直接出雙糧，其實係好過派消費券好多。我哋先嚟睇下今次2026年度呢個預算案嘅重點。如果你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OEL，而家每個月嘅金額已經去到4000幾蚊。咁如果你攞埋額外嗰個月，即係話你可以喺嗰個月入面一次過攞到8000幾蚊。對於一個65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幾千蚊係好實用嘅，無論係用嚟睇醫生、買補品，定係飲下茶、見下啲孫仔孫女，呢啲錢入咗落戶口，就係佢哋自己話事。講到呢度，我一定要同大家分析下，點解派錢落戶口好過派消費券。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幾年政府派消費券嘅時候要搞幾多嘢？首先，你要去揀邊個支付平台，係用八達通、Alipay、WeChat Pay 定係 PayMe。對於一啲好似80歲、90歲嘅老人家嚟講，呢啲科技嘢真係好頭痛。我成日見到啲老人家喺地鐵站嗰啲櫃位排隊，就係為咗整嗰張八達通，或者係問點解領唔到錢。而且大家知唔知，政府每派一次消費券，其實都要俾一筆好大嘅行政費俾嗰啲支付平台。呢啲行政費去到2026年度，可能係數以億計嘅公帑。如果將呢啲行政費省返落嚟，直接加落啲津貼度，咁先係最符合經濟效益。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，高齡津貼，即係我哋叫開嘅生果金，一樣有雙糧。雖然生果金嘅金額比長者生活津貼少，但係對於一班70歲以上，未必符合長者生活津貼資產入息審查嘅老人家嚟講，呢1000幾2000蚊都係一份心意。仲有傷殘津貼，呢班朋友平時生活開支大，要買藥，要復康，今次多1個月津貼，絕對係長及時雨。而對於領取綜援嘅基層家庭，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亦都冇忘記佢哋。基層家庭面對物價通脹，嗰1個月嘅額外金額可以用嚟交水電煤、買米、買油，呢啲係生存最基本嘅需要。我哋講反新氣象呢3個字。2026年度，香港正處於一個經濟轉型嘅關鍵期。政府今次唔派消費券，其實仲有一個好深層次嘅考慮，就係要促進就業。派消費券係短期刺激消費，但係好多時啲錢流咗去大財團或者連鎖店度。但係當你發放雙糧俾呢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弱勢社群同長者時，呢啲錢係好分散咁樣流向全港各區嘅。老人家會去屋邨商場買嘢，會去街市買餸，會去茶樓飲茶。呢啲錢係直接帶動咗社區經濟，保住咗好多中小企、茶餐廳同埋街市檔口嘅飯碗。當呢啲鋪頭有生意做，佢哋就唔使執笠，就可以請更多人，呢個先係促進就業嘅良性循環。你試諗下，2026年度嘅今日，物價同幾年前已經唔同，一盒午餐肉、一斤菜、一碟乾炒牛河，全部都貴咗。如果政府仲係好似以前咁派消費券，限制你一定要喺某段時間內使晒佢，或者要喺特定嘅地方使，咁樣其實係好唔人性化。有啲長者可能係想將呢筆錢留返嚟，萬一遲啲要睇私家醫生或者買輪椅嘅時候用，現金落袋佢哋就有自主權。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，正正係體現咗一種以人為本嘅施政理念。再者，我哋講下慳返嚟嘅行政費。2026年度政府嘅財政狀況雖然穩健，但係都要精打細算。如果派消費券，要租場地做登記中心，要請人做顧客服務，要寫電腦系統，要同支付平台分賬，呢度分分鐘係幾億港幣。而家政府只要喺個電腦系統度冚個掣，將2026年度嘅津貼名單自動過戶多1個月，成本係0。
呢幾億蚊如果用嚟改善長者護理院舍，或者係增加公立醫院嘅資源，個好處係長遠好多嘅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，平時都好關心屋企老人家。有一位朋友同我講，佢爸爸今年75歲，本身攞緊長者生活津貼。佢話老人家最開心唔係攞到幾多錢，而係覺得政府仲記得佢哋呢班曾經為香港打拼過嘅人。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俾到大家一種溫情。對於一班殘疾人士嚟講，佢哋可能因為身體原因好難揾到工作，2026年度嘅雙糧係對佢哋尊嚴嘅一種支持。內容資訊方面，大家都要留意發放呢個額外1個月津貼嘅時間，通常會喺預算案通過之後嘅幾個月。雖然2026年度嘅預算案喺3月份公布，但係都要經過立法會嘅審議。一般嚟講，大約會喺年中或者第3季左右，大家個戶口就會自動收到錢，唔使去申請，亦都唔使去排隊。呢種方便係消費券俾唔到嘅。講到促進消費，有人會話派現金啲人會儲起佢，唔拎出利是，咁樣對經濟冇幫助。但係大家要明白，領取呢啲津貼嘅人，大部分都係基層，佢哋嘅消費傾向係好高嘅。佢哋攞到呢嚿錢，基本上好快就會喺日常生活入面使返出嚟。2026年度嘅零售業同餐飲業，其實更需要呢種細水長流式嘅支持，而唔係消費券嗰種爆發式但係好快就消失嘅刺激。當大家口袋裏面多咗錢，自然會去多2次超市，或者帶小朋友去食餐好嘅。而且今次預算案仲有一啲配套措施，除咗呢個雙糧之外，政府喺2026年度亦都加強咗就業支援，特別係針對中高齡人士。如果你係5、60歲仲想出嚟工作嘅朋友，政府有更多嘅培訓津貼。呢種雙管齊下嘅方法，一方面照顧咗唔能夠工作嘅人，另一方面又鼓勵有能力嘅人投入職場，呢個先至係為香港帶來新氣象嘅正確做法。我想強調一點，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其實係一種去繁就簡嘅表現。過去幾年我哋經歷咗好多嘢，大家已經好攰，唔想再搞埋啲繁瑣嘅手續。政府今次省卻咗平台行政費，將啲資源集中喺最需要嘅人身上，係一種好明智嘅政治選擇。對於一班領取綜援嘅人士，呢個月嘅雙糧可以解決佢哋積壓已久嘅債務，或者係幫小朋友買返套新校服，買幾本書，呢啲對於改善跨代貧窮係有積極作用。2026年度，香港人需要嘅係信心。當市民見到政府能夠將公帑用得其所，而唔係浪費喺啲中間人身上，民心自然會穩定。雖然今次冇全民派錢，但係針對性嘅精準扶貧，其實更能體現社會嘅公平正義。如果你係一個年輕人，你見到自己嘅爺爺奶奶攞到津貼，減輕咗屋企嘅經濟壓力，其實你都係受益者。呢種家庭式嘅受惠，比起每個人攞幾千蚊消費券更有深度。有好多人問，2026年度嘅物價會唔會因為發放雙糧而上升？其實唔會，因為呢啲錢係分佈喺唔同嘅受助人手中，佢哋嘅消費係日常嘅。比起消費券喺短期內造成大量需求湧現，現金發放對物價嘅衝擊反而更細。2026年度嘅香港需要嘅係穩健中尋求發展，呢份預算案正正做到咗呢一點。2026年度嘅長者生活津貼，除咗金額上有雙糧之外，政府仲優化咗一啲審核流程。對於一啲已經攞緊津貼嘅長者，2026年度嘅復檢會變得更加簡便，目的就係想減少老人家嘅奔波。呢啲細節位其實同個雙糧一樣咁緊要。我哋香港人最講求效率同實際，唔好搞咁多大龍鳳。講返個行政費問題，大家知唔知2026年度如果我哋仲係用消費券，每一張券背後嘅數據處理、短信通知、防偽標籤，仲有處理投訴嘅熱線，呢啲全部都係錢。2026年度我哋提倡數字化政府，但係數字化唔代表要複雜化，直接轉賬去銀行戶口，其實就係最高級嘅數字化體現。對於殘疾人士嚟講，2026年度嘅預算案仲提到咗增加社區康復中心嘅撥款，所以呢，雙糧只係其中一部分。政府係想透過2026年度呢個預算，去建立一個更完善嘅安全網。
傷殘津貼嘅朋友，如果你們有任何需要，今年嘅資源會比往年多，呢個係一個好正面嘅信號。2026年度，我哋見到勞動力市場開始有啲變化。隨着人口老化，好多職位其實好適合長者去做兼職。政府今次嘅預算案入面，雖然發放雙糧，但亦都提出咗鼓勵長者就業嘅新方案。如果你攞住生果金，但係仲好壯健，想去社區中心幫手或者做一啲輕量工作，2026年度嘅政策會更加彈性。咁樣一嚟，老人家有收入有寄託，二嚟又可以解決部分勞動力不足嘅問題。我想總結一下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關於津貼雙糧嘅呢部分。第一，佢係最直接最到位嘅紓困措施。第二，佢完全省卻咗嗰啲昂貴嘅平台行政費，真正做到錢盡其用。第三，佢賦予咗受助人最大嘅自主權，呢種尊重係好緊要嘅。第四，透過呢啲資金喺社區流動，可以帶動中小企嘅生意，從而穩定就業市場。2026年度，我哋唔需要消費券帶嚟嘅虛假繁榮，我哋需要嘅係扎扎實實嘅民生保障。當呢份雙糧發放到大家手上面嘅時候，大家記得要好好規劃一下點樣用。老人家可以買啲好嘢食，基層家庭可以改善下生活環境，殘疾人士可以增加一啲復康設施。講到2026年度嘅經濟新氣象，其實係一種心態上嘅轉變。大家唔再盲目追求數字上嘅增長，而係追求生活質素嘅提升。當政府將焦點放返喺長者、弱勢社群身上，成個社會嘅怨氣就會少咗，正能量就會多咗。2026年度，我哋要嘅就係呢種感覺。好多長者喺2026年度可能會擔心，會唔會因為攞咗呢個月雙糧，就會影響到之後嘅資產審查。呢一點大家可以放心。根據過往經驗，呢種一次性嘅額外津貼，通常都唔會計入資產入息計算入面。當然，大家到時要留意官方公布嘅細則，但通常政府都會有寬免處理。2026年度，對於一班低收入嘅打工仔，雖然未必人人都有呢份雙糧，但係預算案入面亦都有提到稅務寬減。所以整體嚟講，2026年度係一個與民休息、藏富於民嘅年份。當社會上最底層嘅人都得到照顧，成個社會嘅基石先會穩固。如果你屋企有長者，或者你自己就係領取緊呢啲津貼嘅朋友，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絕對係一個好消息。大家可以留意返銀行戶口嘅變動，唔使去申請，唔使去填表，錢會自動嚟。呢種感覺係唔係比起要去登記消費券舒服得多呢？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期待呢份預算案帶嚟嘅正面影響。如果你覺得今次派雙糧好過派消費券，歡迎大家同身邊嘅朋友分享呢份資訊。特別係一啲唔係咁留意新聞嘅老人家，話俾佢哋知，政府今年會多發1個月錢俾佢哋，等佢哋可以安安心心咁生活。我哋再深度分析下新氣象嘅含義。喺2026年度，香港正走向高齡化社會。如果政府政策唔跟住變，仲係用舊嗰套方法，就會脫節。今次預算案對準長者嚟發力，其實係好有戰略眼光嘅。因為當長者有錢時，咁使錢嘅時候，銀髮經濟就會被帶動。2026年度嘅銀髮經濟，包括健康食品、長者科技、社區旅遊等等，都會因為呢筆額外嘅資金注入而變得活躍。2026年度，我哋亦都睇到政府喺公共財政管理上嘅進步，唔再為咗做 show 而做 show，唔再為咗派而派。派消費券固然係好似好熱鬧，但係背後嘅成本對商戶嘅手續費壓力，其實都係負擔。2026年度回歸基本步，直接將現金入落最需要嘅人戶口，呢種務實嘅作風係我哋香港人最欣賞嘅。最後，2026年度呢個預算案雖然未盡完美，但係喺照顧弱勢、促進社區經濟、慳行政費呢幾方面，絕對係攞到高分。大家攞到呢份雙糧之後，除咗自己使，有能力嘅都可以多啲幫襯下屋村嘅老鋪，一齊將呢份新氣象傳開去。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努力，將香港建設得更好，讓每一個老人家、每一個基層家庭都能夠感受到社會嘅溫暖同埋尊重。
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嘅具體金額、發放日期或者其他有關稅務同就業嘅詳情，你可以隨時問我。我會幫你持續留意住政府嘅最新公告，確保大家唔會錯過任何一個屬於自己嘅福利。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加油！我想再補充一啲關於2026年度綜援金額嘅細節。綜援人士通常係社會上最底層、最需要幫助嘅一群。2026年度，除咗標準金額有商量之外，一啲長期個案援助金、租金津貼等等，政府都有相應嘅調整。呢啲加埋一齊，對於一個破碎或者極度貧困嘅家庭嚟講，2026年度可能係佢哋轉運嘅一年，因為多咗呢筆錢，佢哋可以處理一啲緊急嘅家務問題，或者係俾小朋友參加一啲課外活動，增加社會流動力。2026年度，政府嘅行政效率亦都係一個亮點。過往大家成日話政府做嘢慢，但係直接過換呢種方式係最快嘅。2026年度嘅電腦系統已經升級，大數據分析亦都更加精準。只要名單一確定，幾百萬人嘅戶口幾日內就可以入晒錢。呢種香港速度喺2026年度將會再次展現。對於傷殘津貼嘅受助人，2026年度預算案特別提到會增加對照顧者嘅支援。雖然照顧者津貼同呢個商量係兩回事，但係相輔相成之下，2026年度殘疾人士嘅家庭壓力會大大減輕。呢種全方位嘅支援，比起單純派幾千蚊消費券，對呢啲家庭嘅幫助係更加持久同埋有深度嘅。2026年度，我哋要建立一個共融社會，當長者、傷殘人士、基層家庭都得到應有嘅尊重同資源，社會嘅戾氣就會化為祥和。呢份2026年度預算案就好似一陣春風，吹進咗大街小巷。省卻平台行政費，其實就係將呢啲本來會流向大財團嘅利潤，直接回饋返俾市民。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，雖然大家嘅關注點都喺商量度，但其實背後仲有好多細節值得我哋去深挖。例如，政府點樣透過呢次發放，去收集更多關於基層消費模式嘅數據，從而喺2027年度、2028年度制定更好嘅政策。呢啲都係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嘅長遠貢獻。我成日覺得一個好嘅政府唔係要識得做 show，而係要識得喺市民最需要嘅時候遞上一杯熱茶。2026年度呢份預算案對於一班領取高齡津貼、生果金嘅老友記嚟講，就係嗰杯熱茶。雖然唔係話大富大貴，但係嗰份被重視嘅感覺係無價嘅。2026年度，我哋要擁抱改變，唔再迷信消費券，轉而支持更直接、更高效、更具人性化嘅現金支援。呢種轉變係社會進步嘅表現。我哋作為市民，除咗享受福利，亦都要明白呢啲錢係得來不易嘅公帑，要用得有意義。如果你係後生一輩，睇到呢份2026年度預算案，你應該感到欣慰，因為當你嘅長輩得到更好照顧，你嘅擔子亦都會輕咗。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見證呢個充滿新氣象嘅香港。唔好忘記，呢份商量係對長者、傷殘人士、基層家庭嘅一份禮物，亦係社會對佢哋嘅一份感謝。2026年度，我哋喺度一齊期待更美好嘅生活。如果你對2026年度預算案仲有任何疑問，或者想知道你具體可以攞到幾多錢，記得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為你做更詳細嘅計算法。大家一齊留意住銀行戶口，準備迎接呢份2026年度嘅小確幸。我諗大家聽完我講，都應該明白點解今次2026年度唔派消費券係一件好事。撇除嗰啲複雜嘅經濟術語，最重要嘅就係4個字：實際。慳錢。實際係指市民攞到現金，慳錢係指政府慳咗行政費。2026年度，我哋就要呢種實實際際嘅感覺。最後嘅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2026年度嘅香港充滿咗機遇。雖然世界環境仲係好波動，但只要我哋內部團結，政府政策又能夠體貼民心，我哋一定可以行得更遠。2026年度，加油！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見證呢份預算案帶嚟嘅新氣象，為每一位值得被照顧嘅香港人喝彩。
你有冇覺得我分析得好有道理？如果你係領取緊呢啲津貼嘅人，或者你屋企人係，你對今次2026年度嘅安排有咩睇法？係咪真係覺得現金落袋、自動過戶、免去繁雜手續係最正嘅呢？記得同我分享你嘅意見，我哋下次再詳細拆解更多預算案嘅細節。